第三点的 ASMR。ASMR 吼，就是规景的白噪音啦。为着要大家了解 ASMR， 即马大家目睭照下一个，拢咳咳，目睭咳咳，真心目睭拢咳咳。吼，像讲你即马伫咧洗衫店内底，洗衫机的声音，对人来讲这是好困的 ASMR。但是对我来讲呢，是紧张甲惊吓。因为啊，洗衫机若咧烫，我都咧烦恼，这拍唔知洗褪色无？会洗歹，我爱赔钱呢啊！哦，我紧张到迄边去啊！这都唔是我的 ASM 啊，是我的 PTSD， 是人客吼，甲我调到噪音器的人生变作曲啊！即马评审看起来足焦虑的，到底会过关未来？评审请起顶，哟，紧张啦！哎，2个1块啊，一个车啊，哎。水虎的台语讲啊真认真嘛，声嘛真好听。也毋过有一个问题就是，我感觉讲观众敢若伫咧一半的时阵就落车，迄个气氛、迄个结构敢若有淡薄冷气啊。我无法度感觉，无法度对你到最后一步、最后一段、最后一句话，这个问题，互我感觉无法度享受这个笑话。所以讲，这是我听到的问题。